了老师这个主要是对象，就说这把人类的在我们的生活里，没有可能把社会的存在，不是什么全部有，大家把这个要个是这种事，就是在那些都是妈妈，我开始妈妈，他们是看我关注，给些。我说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，确实他妈说人都不是，人都是吃完毛布，你把毛布的吃完毛布多少钱？都这钱到了店里，我说这都是那这样的，这个关键的那个也是，他那些台阶铺我们这好生弄到一个人，就把什么地方都是把这一个人。那么这呢，这都上了是本地吧，也不晓得那谁了。下一世呢，他的地方都把那个让我同去，接着了让我同去，那个头或者下一周呢还要嘛。因为这等这个前半前的真的太一样，周围中呢有这些都在学的，看在那把街吧，他世界平平对准，那么就这街了说。就说我妈妈的电话设置这个的，我今天把它解决了。